上几道客家新闻插枝公演特别节目，也只个是国家级别6队客家文化洋气，更加也变做屏东一张室内客家景点。6队也一行人来其实变能许多哦，恁摆看那过去，大家都是种长的茶泡，更加也有人种努力个咖啡、可可也到，和开发的几道周边商品。不过对迄个另外种嘅游子来讲哦，其实故乡无边的东西，韩国係本人繁衍的，像係美食，像面拍板，如果到天气向前讲的板条，韩国米奇木、太粒洋板也到，从细时到太咩呢，如果本人饮料好难水哦。虽然配的地方可能也有卖，不过食起来路係无共样。所以我前边问上下来，如果带大家去看故乡嘅边同无边，韩国用嚟睇屏东客家种了一眼。6队呢莆田后宫有安做妈祖庙，係6队历史最久嘅廟，本年列做國家3級古蹟。喺康熙60年，新年1021年就有嘅。當時台灣有注意鬼子論，6隊呢用軍就係睇媽祖廟開會參詳。而家睇女浦鄉交通中心嘅媽祖廟，就係鄉民嘅信仰中心。平時香火興旺，尤其到嘅過年，鄉親會到廟方參加求平安。媽祖廟韓國係爆滿嘅人。過年的時節啦，幾道鄉親，轉來安尼陪啊，我來也向媽祖姑婆衝呀，媽祖姑婆我保佑大家平安快樂。睇媽祖廟隔壁嘅係崇義祠，係全台灣唯一服侍漢醫嘅廟，因為呢鋪嘅老祖公，但是係對廣東省潮州來嘅。漢醫做過潮州嘅此事，對當地貢獻千大，比如咁樣佢嘅崇義祠，表示對漢醫嘅尊敬。崇義祠頭擺是係教育人才嘅學堂，也本人看做係6隊地區嘅文教中心。而家崇義祠係考生上愛考到功名，求到金榜題名，天初就愛來也只嘅創業。我哋啊崇義祠服侍嘅係韓義公，係台灣前線啊。唯一的一間，唯一的一家幾道考試時間啊，請到學子學生誒，我來祈求，考試順利，來到廟方嘅時節啦嚟到廟方，我有本一個嘅安尼文工卡，也前面吊電嘅都係亮片。看係媽祖廟崇義祠也差唔多到期嘅。富圈就係鬧熱的呢鋪嘅解放，富圈尤其下間可以以多年嘅麵店精彩托。做條巷起用煎田，6號嘅麵也係麵拍板，家底有松鼠、牛肉醬，一下係肉盤盤嘅，我本人客食包來。本人看嚟清上愛食嘅傳統秘密，好食嘅關鍵就係亞古泰國嘅清香嘅牛肉醬。一開始都嘅豬肉啊，煸到嚟啦。炒到了100多人，拿來用調油落去變磨啦，中間嗰係要加些水，那麼豬肉會鹹，差唔多2-4分鐘幾好嘅要能加蔥頭嗰度調味料，嗰度水，煮完嚟拌油啱嘅，也冇太鹹，也冇太硬，拌油啱嘅，也冇乜嘅秘訣啦。問題講豬肉要炒到嚟啦，安尼啦。配料係用油葱酥加牛肉醬去燜嘅，本鄉嘅米絲是嚟會清米，呢鋪嘅米前木韓國係貼片，為爐頭邊豚豬王嘅強下煮，做得講係呢鋪嘅能油嘅傳統米絲。係呢鋪嘅米前木最貼片嘅蔬菜都係會加頭邊還有豬王嘅，唔管你係講地式嘅人行會加一個菜皮做嘅壽司。米前木爐頭邊豚豬王嘅啦，喺拌嚟都冇啦。那做嘛我按嚟爐呢？爐呢個夾米啊，個好食啦。
好多是的米奇木还有早面是包冇。唔前係咩？好，家在帶來是一個竹田嘅大料鹽班嘅，一個咩親傳統嘅家鄉嘅好米食哦，你。幫我端過去。當早時頭來到亞嘅無看板嘅小食店，係一碗有名嘅大料鹽班。條上做嘅碗好，尤其下粒半隻乾條嘛按太嘅鹽班呢，粒粒飽滿，加條嘅冬菇菜，清簡單，五沙香嘅青島真是令人。大料鹽班嘅皮 Q 軟軟，地度包嫩別個炒香嘅料，咬下下去脆皮嘅度料嘅香味，估唔得按手，限係一口三嫩一口食。最主要如果愛嘅豬肉愛新鮮嘅，啊，大部分我哋那個米啊吼，攏用糯米去磨嘅。啊，問題如係講做的時節人吼，我哋呢炒豬肉的時節人吼，俺先生攏就是很用心的在炒，啊，一直研究。對家用嘅好耐嘅傳統口味，調家用唔但搶唔講人嘅數，還堅持食材用料天出愛吃，也可能能喺人下見來教講嘅最主要原因。無論係麵扒板、麵還係鹹鹽班呢，都係頭擺港中人用來補充體力食嘅點心。而家青島人如盡做正傳來食，韓國係村外種嘅主題，愛嘅享受嘅秘密料理。東珠食飽嘅都係下晝時間，帶人向下來散步一下，我哋來到嘅係一個東片村，一個地方呢有一個努力過太王池太高，而佢一隻嘅呢種係青島嘅努力過，想要用安尼嘅新嘅農產品來帶動地方嘅發展，帶人向下嚟去認識池太高。我哋屯科技大學已經開發過後，而家抗病性、個抗寒性、果膠含量也個高，個最重要一樣米線唔難出，所以做出來嘅產品本人嘅接受度也個好。其用名整體講嘅係改良過改適合屏東天時種嘅努力品種祖母綠，努力嘅應用價值高，我認為個冇款項，少個時節含有特別嘅米線，喺台灣飲食業人改少。本單喺南太平洋出產嘅努力，其用名也下種嘅西甲人，在下來嘅果子，再過用生物科技做成各種嘅加工產品，經濟價值改高，也下限賣到外國去。專業嘅成績唔會攬，其用名也鼓勵其他中強嘅藝人來做努力，希望結合社區發展休閒產業，打造康健長壽村，來永續經營，為客家社區加入新發力。下晝茶時間到嘅，來到廿一間呢係老屋嘅改造嘅咖啡廳哦，加上最特別嘅呢，都係而家咖啡呢係呢鋪嘅本地生產嘅咖啡哦，向下面嚟去看咯。咖啡廳係老式嘅日本建築開嘅，咖啡廳地度有典雅又有現代嘅感覺。頭家邱文松係屏東鐵座種咖啡嘅人其中之一，比愛半韓國多嘅人領導屏東嘅咖啡，佢陸下人都向下經營咖啡廳。呢鋪生產嘅咖啡利用檳榔樹嘅營養，營造出半日照嘅環境，佢適合咖啡生長，也種出嚟佢特別嘅香醇口感。因為我哋盡量用有機嘅種法，嗰度然後是啊，因為會多咗嚟食，係。啊，氣候關係，所以屏東嘅個冇安全，顧客嘅享用品質，但係伊哋氣候冇享用，所以連細胞會酸酸，啊眼定好唔會酸，就差別兩樣。邱文松唔單止種咖啡，還是論種強用適合熱帶嘅可可，1.5公頃嘅可可就有700公斤好收成。農業嘅部分都已經超過有50粒到60粒嘅一個情形體啊，一次量。種可可唔困難，最針對嘅係邱王人還做出嚟規個過程都係台灣製造嘅巧克力，係台灣第一個做出巧克力嘅團隊。幾多困難呢？因為我哋做係台灣第一個做嘅，之前完全冇人提做嘅巧克力嘅經驗，所以我哋從巧克力到做成從可可到做成巧克力，完全是我們自己摸索。
高級列的外形可能無異態政策，唔適宜後，又向有那位高級列提在行天天的融合，嗰種本人感受到幸福又甜蜜的味道。我哋個整出來是了，所以個香，嗰種顏色個真是冇香樣係呢係，所以有基本上我哋唔會用任何化學嘅東西，只會用最天然嘅東西去調配，所以很做得啦，真是食起來面蓋我咯。安布石頭建議做得多番萬向，懸上充滿藝術建築風格的萬金天主堂。一個世紀的天主教教堂係台灣現存最老的教堂，本人列作3級古蹟。這個天主教堂在台灣來講是第2座最久的。在1859年，就是西班牙神父他們坐船到高雄，然後在那邊登陸，在那邊建立個第一個聖堂。然後在2年之後，就1861年，然後來到這個萬金村這邊來。然後在這邊村莊來講，以前是大概20-30戶人家而已，村民也不會反對外國人，所以就在這邊決定在這邊傳教。可是這個已經到今年，在1861年到現在，今年是150週年了。耶誕節前後來到萬金莊，行甘肅嘅道過年為慶典氣氛，村民發揮創意，用各種燈飾佈置教堂嘅門口，總都會點出耶誕天炮尾。鹽青嘅萬金莊，安布石頭更加精緻。平常時來拜訪一個老教堂，也為甘肅嘅道種下教堂安樂辭彩嘅氣氛，心肝頭為個平靜。新莊嘅石頭來6隊嘅鄉鎮，乃去行聊聊。上下邊提烘嘅度嘅傳統好美食，變上菜地嘅文化建築、人文風情，再用心甘肅6隊嘅客莊之美，唔聽錯話有千難聽表態的美好回憶。